物業：九龍長沙灣深水埗長發街17號永寧大廈。朋友們，今天接着給大家好好介紹一個性價比超高的物業。很多人挑房子的時候，總覺得樓齡久的房子不行，其實這是個常見的認知誤區。就拿今天要說的這個物業來說，雖然樓齡有點長，但各方面表現都相當出色。它的參考編號是26040683，登記日期是2026年4月13日，位於九龍長沙灣深水埗長發街17號永寧大廈長發街。這房子剛裝修好，有廚房、廁所、洗衣間，還有2間睡房和一個大廳，大家都能去實地參觀一下。這棟大廈是1989年建成的，屬於住宅公寓類型。可千萬別因為樓齡久就覺得它不好，它實用性可強啦。建築總面積365平方尺，實用面積有280平方尺，實用率特別高，而且通風條件也非常棒，就好比穿衣服，款式夠了點，但尺碼合適，穿着還透氣，多舒服啊！再說說它的地理位置。深水埗長發街處於長沙灣和深水埗的交界地帶，交通特別便利。這裡不僅有港鐵荃灣線，還有好多專營巴士和專線小巴，就像一個交通樞紐。不管你想去港九還是新界的哪個地方，都能輕鬆到達。先越專營巴士，長發街和旁邊的青山道、寶安道有好多條巴士路線，比如說982路。能在長沙灣、蘇屋和尖沙咀碼頭之間往返。98112路是過海路線，從長沙灣、蘇屋到北角、百福道，還會經過旺角、紅磡海底隧道。986/6C路在青山道沿線有站點，往返荔枝角、美孚和尖沙咀、九龍城碼頭。城巴72路能連接太和和長沙灣。城巴286C路往返馬鞍山、利安和長沙灣。深旺道專線小巴也不少，新界專線小巴97線，總站就在長發街、青山道與元州街之間路段，靠近元州商場，可以去華景山莊。九龍專線小巴45B線會經過長發街，為深水埗區內和蘇屋一帶提供服務。目前這個物業的口頭意向價是港幣380萬元。朋友們，如果你們正在找性價比高的物業，這裡絕對值得考慮。大家不妨想象一下，要是自己買下了這個物業，會怎麼規劃和置呢？是把其中一間睡房改成書房，還是把大廳置成休閒娛樂區？歡迎大家分享你們的想法，可以通過 WhatsApp 622345543和 William Lam 聯繫交流。